地前，婚林北港飞龙团的大龙旗是日本时代完成的大型的艺阵的文物。经过文史界多年的努力，大龙旗总算被指定为国家重要的古物，目前还在修复。婚林县政府讲，修复完成了后，将会规划展览会，甲大家来分享到大龙旗的水。 北港飞龙团大龙旗自日本时代完成了后，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大龙旗一组分做2件，毋但使用无同的刺绣工艺制作，搁伫咧早年的北港妈祖廖境中有重要的角色。经过文史界侪年的拍拼，大龙旗总算摕到文化部古物审议委员的肯定，指定做国家的重要古物。这嘛是艺术文化中第一项获指定做国家重要古物的文物，真无简单。好，一般拢是迄个故宫内底物件，无的。 历史博物馆偶尔才会出现1、2件庙宇的重要古物。俗语讲，天下第一期首都3景点，就是咧讲大龙旗的传说。北港飞龙团总务委员吴定兴表示，调查中有发现大龙旗使用的绣线是黄金绣线，水果高贵。这嘛表示当时北港人的生活状况有真悬的艺术价值。大龙旗目前搁咧修复当中，婚林县府表示，修复完成了后会规划展览，让更较侪人欣赏大龙旗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